国宝の日が窓を照らす何気なその瞬間愛しい時間をかけてゆっくりと歩いた心が温かくな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係我 Xavier。今次就去一個被選為日本最無聊嘅城市名古屋，諗起都灰灰地。搭咗4個鐘飛機度就到呢個中部國際機場，之後就去呢間 Comfort Hotel 嗰度 check in。當時到9點幾嘅時間㗎啦，附近都冇乜嘢食，所以就喺酒店嘅餐廳食啲嘢。menu 都有唔少嘢可以揀，沙律啊、飯麵啊、酒啊、dessert 乜都有。哇！呢個應該係嗰個烏冬嚟嘅，睇睇先。哇！值得一提咧，呢個烏冬咧，佢係扁身少少嘅。咁啲麵豉湯汁咧，索晒入個面度，好好食。大家真係不妨一試。Nice！ 呢個炸豬扒飯就正常發揮。sauce，OK。呢個多謝乜？之後就上房啦。如果想睇開箱片嘅，可以睇翻上一條片，右上資訊欄嗰度 click 翻嚟睇。第日一早起身就喺酒店度食埋早餐，之後就去攞車啦。今次試嘅租車公司叫做 Wheelass， 係喺 Klook 嘅平台 book 嘅，網上就比較少呢間公司嘅資料啊，所以我就幫大家試試咩環境。總結係冇伏嘅。同店員傾開，呢一間公司係中國人開嘅，沖繩開始業務。咁喺名古屋嘅租車業務咧就做咗2年左右啦。咁今次租嘅車就係 Toyota 嘅 Aqua Hybrid 車嚟嘅，大約350蚊到港紙一日啦。咁出國冇問題就出發啦。好啦，而家出發去名古屋城啦。咁就喺攞車嗰個點啦，揸1個鐘度。今日個天氣正啊！好啦，而家就去到呢個名古屋城嘅停車場啦，咁就都要排翻2架先入到去，都冇位。入到門口就有馬騮表演睇。続きましてはちょっと準備させてくださいね。バランス芸の方に挑戦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縦3段です。はい、頑張れ。せーの。どうぞ。そう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発大成功でした。それではこの盛り上がりのままメインのゲーム。之後就參觀下裏面，啲園景幾靚喎。睇下呢間手信鋪先。哇！呢個手信店好多人啊！頭先揀咗一啲嘢，呢都幾靚仔啊！呢個磁石咧，一組3個都係550 yen， 係咪？有個書籤。再睇埋呢間，哇！呢支筆幾搞笑啊！你睇下，會揮手喎。哇！有士兵啊行過，哇！咔咔聲。最後當然要參觀呢個被列為日本3大名城之一嘅名古屋城，最識列除就係天守呢一個金庫啦。話咁快就到咗呢個人氣鐵塔 Mirai Tower， 有 feel。本身一早 book 咗呢一間德兵衛回轉壽司嘅，但係因為遲咗去啦，所以個 book 位就冇咗啦。咁啊，睇下個餐牌有咩食先。咁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壽司可以揀嘅，刺身望落去大大件，價錢都係合理範圍嘅。環境就係咁噶啦，都幾多人等位嘅，主要都係啲本地嘅人食。大家隔住個 mon 都應該 feel 到啲刺身係幾新鮮嘅，同埋個樣望落去都靚靚仔仔。幾引起到食慾嘅，未開可以試一試，冇水嚟㗎。食飽都有少少瞌眼瞓啦，所以就喺附近 Starbucks 買杯 Americano 提提神先。
之後行過隔離，見到呢一間咖啡倉式咖啡店，好似幾有格調咁喎，有主食、甜品、咖啡之類。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呢？如果有去過，不妨下邊留個言話俾我知 ，O 唔 OK？ 呢一間就係名古屋嘅麵包名店嚟㗎，叫 Hot Bread and Tea， 入去睇睇啦。入邊啲麵包都好多選擇啊，整得好精緻。咁我都買咗啲返去試嘅，咁係幾好食。之後再附近周圍行下，呢個榮商圈呢好熱鬧，好多嘢睇嘅。夜晚啲樹嘅燈呢幾靚，鐵塔都有另一番景色。夜晚就唔知食乜啦，拗晒頭。之後就見到呢間麥記喎，食飽就返酒店 check in 啦。咁今次住呢一間就係 Forza 啦。睇開相片嘅睇返上條片 OK 啦。話咁快就第3日，交完泊車費呢，就出發去犬山城啦。咁由榮商圈出發呢，就大約1個鐘車程左右。犬山城就係而家存在嘅12座天守之中最古老嘅，建於1537年。入到去都有個打卡位喎，嗱，有個靚女喺度影緊相啦。呢個就係最基本嘅入場費啊，大人550 yen。Let's go！ 嚟得呢度通常都會上天守俯瞰靚嘅景色，咁我就等咗大約30分鐘到就可以進入啦。咁之前呢，攞個膠袋除翻對鞋，之後裝翻個膠袋度嘅。條樓梯都窄窄地嘅，大家留意翻適唔適合行上去啦。國寶5城就係呢幾個啦。大家可以參觀下啦，呢個就係之前城主着嘅衫啊，哇，好型啊，啲盔甲咁樣，哇，呢個金色角好有氣勢啊！行完犬山城咧，都可以附近咧有啲 gift shop 啊，哇，好精美喎！呢啲磁石貼咧，好靚仔啊！我都揀咗少嘢。呢個酒咧，連埋個酒杯啊！附近都有唔少商鋪、食肆、咖啡之類嘅。咁要行晒咧，都差唔多要30分鐘，大家預翻時間啦。之後就出發去下個地方本町織部街，大約1個鐘車程。呢個地方係以美濃燒聞名嘅陶瓷重鎮嚟㗎。咁啱揸車經過呢一間元氣壽司，隨機入咗去食啲嘢。去到都要攞飛排一隊啊，先食得，都幾好生意喎。總體嚟講，正常發揮，價錢 OK。食完壽司都介紹翻大家可以逛下對面有間叫 Workman Plus 嘅時裝店。呢個品牌近年喺日本走紅啊，熱門程度甚至被認為超越 Uniqlo GU， 好多貨都高 CP 值到嚇親你。好賣喎呢個，行山款咁喎，2500 yen， 哇真係低到爛咗。呢條褲我落雪着都夠晒保暖，認真推薦。我呢對冷帽都 OK 喎。900 yen啦，哇超值啦！之後就去睇陶瓷嘢啦。本町織部街係一條充滿陶瓷文化藝術嘅街道，如果中意陶瓷嘅朋友，一定要去一去。嗱，呢度有啲陶瓷嘅小擺設啊，幾 Q 啊！嗱呢個，之後就返酒店 check in。食晚飯，食物就主要喺附近嘅超市買嘅。
下集將會帶大家去非常壯觀嘅立山黑部，推介一間隱藏版嘅正咖啡，周圍睇靚景，打卡呃下like，當然唔少得購物啦。內容我預計會係非常之精彩，大家記得 CLSS。下條片再見，拜拜。